这世上哪有什么神鬼魂魄，不过是自己吓自己的胡话罢了，怎么能信？瞧你，你那些道理你都还记得，早就离了家之后的事儿都不记得了。照医理上说，我的病只是局部失去了记忆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想起来了。只是这个病，倒是一时半会儿记不得。原来能医还真有不自医的时候嘞。当然有啊，就像剃头匠不能给自己剃头，媒婆不能给自己说媒一样。你就偏偏瞧不起我这个做郎中的。那就看你秋千荡得高不高，荡得高了就瞧得上，荡不高就瞧不上嘞。哪儿去找啊？你就蹬着秋千从这里跳下去，我就在下边等着你。祖奶奶，哎，葡萄你来啦！哎，前些日子弄伤了脚，不然早该来。这是新麦子磨下来的面，我哥背来给你蒸馍吃。好，好，回来就好。哎呀，这么多我哪能吃得了啊？那山上的宝贝多着呢。魏婆婆，葡萄说你一个人在山里边住了几十年，不怕吗？不怕，50年都住下来了。有啥好怕的？哎，这儿种这么多含羞草是做什么用的呀？真好看。这个花啊，也叫夫妻草，它不光是为了好看，还可以入药呢。像那个安神止痛啊、活血化瘀啊，都是些良药啊。对了，我哥自打回来以后，不时头疼脑热，用这草药能治不？哎，恰好对他的症啊！你们多采上些，拿回去煎着服吧。啊，瞧你一来，这含羞草都闭上了。看来古人说的不错，杨贵妃的容貌闭月羞花。确实如此。脑子跑屎了，嘴皮子还不烂。我看啊，这草是被你一屁股蹲的，晃了针儿才闭上的吧？竟会唬人？才不唬人呢！我说了你不信。这些含羞草啊，不只能够认人，它还能预报地震呢。它白天的时候叶子张开，晚上的时候叶子闭合。如果要是白天闭合，夜晚的时候叶子张开的话，那就意味着要有地震发生。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就你读的书多，净会埋汰人。快去快去，抓些石灰粉来，给这叶子上撒撒，都长鼻涕虫了。快去！娘又在整啥好吃的？呀，猪肉芹菜扁食。过年了，今天啥好日子？不过年不过节就不能吃扁食啊！地里的长工累了1年了，也不能亏待人家呀。我来帮你打猪肉吧。哎，别动别动别动！啥？这是今天刚杀的生猪新鲜腿肉，瘦肉得竖着打才不脱水呢。这块肉要让你一打，那就糟蹋了。你先到地里去吧，一会儿我做好了送去。
娘做的扁食确实脆嫩香甜，连猪骨头汤都熬得嫩香，老馋人了。记得拿香菜和酱油来地里，娘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葡萄啊，带你大哥到地里走走去，老坐在那看书，屁股都生茧子了。这2天精神刚好一点，别闷着。好嘞，走了。你说你啊，整地、选种、育苗、浇灌，哪样是你记得的？就你的大秀才的手，也就抓个笔杆的时候像个样。别光顾着聊天啊！来，葡萄，我来帮你插。用不着，我的活哪能让你这帮我干？帮葡萄干活，谁让我乐意呢？哎，那我叫你乐意啊，哎，我叫你好好乐意。哎，姑奶奶饶命！哎呀，你不在家里边待着，你跑这儿来干啥来了？我要是不跑这儿来，我还不知道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自己能不能跳到屎尿台那么高？你这吃的哪门子干醋啊？哎，别耽误我，我还干活呢。哎，你着了你！你这烂屁股钉子才好几天，就想把我甩了是不是？啊？不是，这几个月谁床前床后的巴巴伺候你了？陈世美，你看我不斩了你的狗头！哎，别！哎呦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啊，哎，别生气了啊！我看看啊，咱敏儿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哎呀，八宝饭，真香。哎，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我一会儿啊把它都吃了。二娘给我包的猪肉韭菜扁食我都不吃了，中不中？就吃你给我做的八宝饭啊！你叫我不生气也中。你给我起个誓。起誓？起啥誓啊？你就说，这辈子都不看别的女人一眼，连母猪都不中。啥？母猪都不中？又有哪家母猪要遭殃了？不好！不怕，不慌。爹，哎，没事的，我不疼。娘，我是头脑，你睁眼看看我呀！头脑，你回来了就好，你可算认识娘。我寻思着给你送扁食呢，咋就一个黑咕隆咚的铁蛋蛋掉下来了，把我炸成这样了。他爹，他爹，哎。不说了，咱回家，回家我给你治，咱家啥药都有啊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哎，可不敢乱动，一碰人就散巴了，碎了就没法拼了。那咋整？你说咋整？啊！
去吧，娘等着嘞。赖子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这也止不住，这人一会儿不就完了？哎呀，伤得这么重，这能坚持到多久啊？造孽呀！这别忙了，让我安生走吧。娘，你别说胡话，血止了就没事了。我自己知道，不中吗？娘有你这好儿子，知足了。娘可惜没看见你成家，没把秀梅娶回来。我这就去看他爹娘了，弄条人命，又毁了秀梅的一辈子。我没脸见他吗？儿子，这是报应。娘，您别说了，是儿子不孝，是儿子对不起你。你都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了。娘，想走之前，喝你一口喜酒，娘就明悟了。娘，你等着，你等回来。娘，你等回来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把他接来。加油！别动！这会儿想起我们家秀梅了，你早干什么去？你不会又要福满百日丧，急得上阵去当兵，有要紧的事儿吗？怎么？这会儿你得空了？过去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秀梅，对不起你们。我求你们原谅，只要能圆了我娘这一刻的心愿，我以死赎罪都行。童脑，不是我们铁石心肠，问题是这会儿你让秀梅去，那秀梅不是成了借寿冲喜的了吗？你拿秀梅当成什么了？再者说，你娘的状况咱们都知道，即便再冲，那也是回天乏术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这当舅舅舅妈的，绝对不能让秀梅去。这闹不好是要折了秀梅的寿的，你懂吗？秀梅，是我辜负了你，我求你，我现在求你，看在我娘实在是等不了的份上，成全她。你这话就奇了怪了，嫁了过去成全你娘，可你又不待见她，那秀梅咋办呢？这一辈子就待在你家遭罪吗？我保证。不用保证什么。我去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
了好了，娘要去找天哪了，先好好过日子。爹，我走不远了。不走，不走。娘。实在对不住你。对不住我什么？没想到绕了那么大圈儿。我们还是夫妻是吗？我也没有想到。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。打小我就巴望着进这个家门，现在不进来了吗？你不恨我吗？看来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。恨不恨你，那都是命定的。人的心再野，有再多的怨恨，最终都抵不过一张纸包的脸。谢谢你。二娘说没就没了。等在她临走之前，报答原来这个喜悦，取到是我的造化。只是往后这日子，是我太自私，是我胁迫你来的。你要是想走，我随时可以送你回去。你要留下来，我照顾你，总比去那一大家子里寄人篱下要强，更不会被别人说三道四。
算我逼你，咱们就圆房。早饭做好了，今儿的炸撒子老香嘞，叫嫂子一块出来吃。哎，待会儿我得给回林的锣鼓手准备吃食，没工夫去扯孝布，你陪谢叔走一趟呗。我一道去吧，去挑些上好的白棉纱布，不叫二娘走的寒碜。那感情好，劳烦你了，嫂子。谢谢你啊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说两家话。我这就叫谢叔去备车。呀，这咋还这饭菜呢？这光有菜没有肉是哪行？人都瘦了。女人家吃不了多少，有口饭有个馍，她就能顶饥。不是，那也不行啊，那不能光吃这绿了，你能把这脸色都吃绿了。哎呀，菜咋黄了呢？这还能吃吗？这。走。你呀，别在这献殷勤。你以为二大说了叫你上我们家来拉帮套，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做我们家的人了？哼，美的你！您看您说的，我哪敢做那美梦啊！我呀是来报答您照顾我这烂屁股腚好几个月，我特意来报恩的。来，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看您说的，我就是想让您生活过得好点美点，咋变成非奸即盗了呢？娘，咱一块吃去。行，这咋回事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人嫌狗不待见的东西，离我远点啊！讨厌。喝个汤。这菠菜咱们家刚摘的，可甜呢。我跟他娘，该吃吃，你也别太省了。这年头，子弹飞机满天飞，指不定哪天日子就没了。万一像铁老娘那样，一个铁蛋蛋炸没了，啥福可就享不上了。老娘们见识，你知道个啥？人家这是击鼓防饥呢，平时省着点吃，省着点用，真到了关键的时候，要死啊！奶奶的，真要死了！这小子发什么疯呢？娘！干啥？不吃饭做啥养啊？我他妈的真是太笨了，这就是一定时炸弹，这要是炸了，我们两家一起上西天。这是个炸弹。这是一个臭弹，这虽然现在不炸，不代表以后不炸。这要是真炸，100个铁脑娘都炸飞了。那咋办呢？哎呀，你跟着干啥？你赶紧起来，一会儿炸了给你脸炸成马蜂窝，我把它刨出来扔河里去。就凭你妈不叫我妈呀，傻宝贝，你非得自个儿得了去。哎呀，起来！赖子，我说你不好生吃饭，你搞啥呢你啊？他要去河里扔臭蛋。啥？臭蛋？嗯，嗨，这
这抽在人河里干啥？人救了不就得了吗？我跟你说不明白。哎，你。石呆子，谁呀？你自个儿跑的？你站着，别动！你把它给我！你给我！我搁下。哎呀，我把它扔到下游没人的地方，这彻底太平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炸弹掉到水里，就彻底哑了。哎，你个赖婆子，你咋那么关心我呢？我屁股伤了，你给我治，哎呀，你给我治。我这扔个臭蛋到河里，你这紧着跟着，你干啥能关心我呀？你别不要脸，谁关心你了？我连屁股都不要了，还要脸干啥？哎呀！你别拽我！那你美的，臭婆子！谢叔，这是腊八，算我给您泡好了，翡翠碧绿的，就着扁食吃，又香又好看的。嘿，腊八粥、腊八蒜，放账的送信儿，欠债的还钱。您这是提醒我去收账嘞？哪儿的话，最近外边啊不太平，这市面上乱着呢，远的地界儿不着急去才是真的。我这收了30年账的老账房，怕那点乱子，正要上路嘞，回来再吃你的蒜。那行，你路上当心，我送送你啊。辛苦您了。告诉二大一声，我先走了。哎。哎呀，还有，二大老日子没上柜上来了，这几10年还真没见过他这模样呢。哎，路上当心啊。是，走了。哎。哟，石榴金子，抱着你家种兔遛弯呢，也不嫌重。是啊，那个不是说日本人要进镇了吗？那个炮弹呢，一天一天的炸，炸得人耳朵都嗡嗡的响。我寻摸着呀，还是到别处去躲躲吧，要不然的话，咱就是连把骨头渣也装不到棺材瓤里去呀。你看我家这大兔子可值钱了，平日里80块钱我都舍不得卖呢，今天就40块钱卖给你们家，要不？嗨，这兔子。哎呦呦呦呦！你咋知道我家就留着给你看兔子了？说不定我们也往外跑呢。你们家不是有田有产的在这儿吗？怎么着不多少留个人在这儿啊？兔子倒是好兔，就是40块钱忒贵了。我们家又不拿它当褥子垫，白给它吃身喂它不说，等你们家回来了还不得把它还你啊？就是10块钱，我都还得问问我爹嘞。自打田老娘死了以后，你们家不是你当家吗？10块钱还得问你爹呀。再说了，10块钱也太少了。那你再琢磨琢磨呗。要是问我爹啊，白给他都不要呢。好好好，10块吧啊。那行，你等着，我进去问问他，要是应了，我给你拿钱。爹，六进子一家要去逃难，想要10块钱做盘缠，他家的大种兔留给咱们养。瞧这兔子又肥了一圈，皮毛跟缎子似的，可逗人嘞！你瞧瞧。眼下街面上嫩热闹，看样子是要打大仗了。正经生意都不大开张。这样吧，咱店里留1块门板不上，货物也只摆些药品、盐、生漆、桐油之类的，拿去吃不成、喝不成的东西。哎，
好嘞。都要打仗了，高兴啥呀？好日子没听爹搭理人嘞，你一说话我就高兴。好嘞。爹。爹。新媳妇儿进了咱家，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啊！哎，爹，您放宽心，少勇对我很好，刚刚还陪我回舅舅家看了看，我不委屈。您身体不太好，得多保重才是。到仓房把铡刀搬到作坊里来。哎，我这就去。爹，我去帮他。孩儿大，有些日子没见您了。您不在的时候，我把这店收拾得井井有条啊。眼下人心惶惶，大家都准备逃难，生意也淡了。你们要是谁愿意走，到我这儿领5块大洋，回家去吧。啊，这是让我们散伙啊！我不走，我才来这店里边学点东西，这咋能说走就走？我不走。你拿上钱回家，跟陶敏儿把婚事办了啊！万一这仗一打起来，你们家也有儿孙继后。那也不用离开这儿，离开这个店呢。我老史家无亲无故的，我跑哪儿去啊？我不管啊，反正我死我也死在太平镇。武和，你爹是咋打算的？哦，我听我爹说要带我去广西，在云南家里我还有个姑姑在那边，好歹过去了，挨不着炮，也饥不着肚子。那个地方好啊，山清水秀，好耕种。还记得二大教你咋种粮食、种红薯吗？记得嘞，一辈子都不带忘的。记住就好，老老实实干活，不管到啥时候，老天爷不会委屈了咱们庄稼人呐。哎，谢谢二大。谢谢二大。谢谢二大。爹，我去换你把这灯给护上。不急呀，今儿个我就睡在这儿，明天早晨再整吧。往后你们出入小心点，去睡吧。哦。
昨天晚上那么危险，为什么不叫醒我？要是真让歹人闯进来，该怎么办？反正也没偷着啥，逮着了扔出去算了。葡萄，我和秀梅不用说。你这点心思我不知道。现在你回来了，病又见好了，咱和新嫂子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不多好吗？其实累了吧？喝碗新白面汤，又香又甜呢。好嘞。这哪来的贼骨头？幸好没撞上个亡命徒。天太黑，都没瞧见他脸，就让他跑了。对了，那怀怀说王师傅给他做了个媒，这倒好，总算寻着人家嫁了。嗯，倒也巧，当年他牺牲了自己男人守得寡，现如今嫁的正好也是个秋爸。他公公自从死了儿子之后，就恨这媳妇儿恨得钻心入骨的，后来也都没什么好日子过。改嫁倒也好，从这家出去清静了。葡萄啊，你们看见赖子没？没，昨晚一宿没回家，今天也不在你家店里，死哪儿去了他又？我们哪知道你家赖子死哪儿去了？该不会躲在你的床底下吧？做梦吧他！看他是不知道哪根懒筋又抽了，一准跑哪儿躲哪儿去了。今儿都说好了，给我家的冬麦搭架子越冬，又诓老娘，跑的影儿都没。走，跟我一道找他去，别叫我在哪个臭药酒馆找去，找见他，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。跑这儿挺实来了啊！你这疯婆子，干啥玩意儿？你吓我一跳！你赖婆子，你撒啥疯？你让人看笑话了你！谁不知道你个死赖子，老赖！站校，站校！赖子，赖子，缺德加冒烟的赖子，我叫了咋了？你站校，我弄死你！哎呀，要把他能耐，要弄死我来，弄死我，弄死我！哎，弄死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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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到底想干啥？我想干啥？费事打你这厚皮老脸子呗！我告诉你史秀阳，从今天开始咱俩断绝关系，断绝关系！断就断，我还不稀罕呢！你疯婆子，你就知道撒疯你！有话好好说，你乱窜个啥？你就说清了昨晚上哪儿去了，干嘛不回家睡觉不得了呗？我还能弄啥？我昨晚上冻了一宿，给他家地里边搭架子，就怕昨晚上出红云，今儿下雨，我紧赶慢赶，我才赶好的，一宿都没睡，刚想睡一会儿，还让他给我踩醒了。这话不知道扯谎诓人的不是？咱去地里看看去，看了不就知道了。走，才不稀罕看了。我还不稀罕让你看呢。好嘛，都甭看，我看看去啊！要真有那架子，我就全给拔了去。反正没人稀罕，我稀罕，全到我家地里使去啊！葡萄，哎呀，可不敢拔呀！我搭了一天一宿，差点没累死过去才搭好的，哪能说拔就拔了呀？你别拔了，感觉不是你们家架子了，你拔拔你都不带心疼的你。嘿嘿，这会儿知道心疼了。那么多架子呢，我跟我婆婆干3天也干不完呢，她一宿就搭好了，那得多累呀！哎呦哎呦呦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哭啊，我还没死呢，乖啊，不哭不哭。哎呀，赖子，啥事儿，姑奶奶？我嫁你吧。啥？我嫁你了，今晚就把事儿办了。